阮迄阵底5点外钟，哦，迄真正大考验。啊，阮伫中吼有看到啥物咱知？一种人叫做挑夫，毋捌感觉看，就是伊伫个底啊，担物件拢拿去担的哦。啊，你嗨6千几站啦，搁有钱点，看你有看厉害无？哦，爱迄人真正电脑有够用的啦。哦，啊，即摆吼，阮看着之后好奇的嘛吼，啊，就来早就跟他聊天啦。哎呀，我老爷啊，你安尼吼，哦，是做几工啊？伊讲伊伫遐担迄吼，担30几工啊啦。哦，我人问讲，啊，你安尼一撮趁偌济钱啊？伊讲80块人民币啦，一撮8、6千几站啊，80几块人民币，80几块人民币偌尔，850，差不多咱这400块。哦，爱8去400块落来，400块搁打落来尔。一工我都行一撮尔，无我都行2撮啦。哦，各位先生，如果你也选择做这个行业哦，我再跟你讲，你也想要买一台车，我看困难啦。啊，要买一间厝咧，我看更加困难啊。哦，是毋是？上来讲，你选择行业啊，哦，啊，你若选唔对行业，小姐每一世人才有法度出头啦，真正无法度出头。哦，我是咧做比喻啦，哦，啊，属实个啊，哦，啊，你若讲哦，我咧啥，做公务人员也不错吧？哦，固定的迄个薪水啊，哦，啊，迄个啥退休了哦，啊，搁会当领钱啊，退休俸啊，啊，这拢足好个啊。哎，啊，毋过咧，啊，要大好囝吼，有较不足啦。哎，哦，啊，所以啦，讲哦，恁这世人要从事做什么？哦，人讲啥？会赢较来拼，注意听，会赢较来拼，毋是爱拼较会赢，你两句话无共款哦。啥物会赢较会拼？像咱去3茶5度啊，去好啊，去搭帮走的，去洗手，去洗手啊，这一定赢就对啦。啊，恁才会拼啊，这一定赢才会拼，敢赢咧？哦，啊，你若讲哦，投入做者时间啊，做者金钱啊，炒麻做者做了钱，哦，迄个就毛病啊。哎，所以咱讲哦，我哋从哪里着手就对啦。哎，哦，啊，所以各位先生，咱今日大家做定面，哎，选着道中这条路来行，无毋对。哎，这世哦，咱是受不落世啊，这世人就袂互咱生得转去啊，无转去袂使。哦，啊，所以要从安怎？哎，会赢较来拼，啊，这稳赢就对啦。哦，啊，你生到安怎会当享受偌久？一世修万百番，是讲你这世人较辛苦的。哦，其实我感觉修道嘛袂艰苦咧。哎，一世界你办我足新鲜的啊。哎，像往年咱伫台东互我去，哦，人见着出来，啊，叫一大堆人哦，伊就开始讲互听。哎。也免去搬山，也免去搭茶，也免用啥咧吼，敢是安尼出去时讲咧，哦，哦，你真轻松，哦，敢是安尼，哦啊，讲了好，惊大家会拍步，哦，啊，佫足有成就感咧安尼，哦，啊，所以嘛足轻松的啊，哦，啊是较无用啦，哦，你著佫坐飞机去倒啦，啊去啥会走去安尼较无用尔，毋过安那无用甲足欢喜，无用甲足开心，哦，无用甲那心甘情愿。哦，迄两日收到啊，哎，吼，啊，所以你看，一世人较辛苦的，享受10800年高位，各位先生，你看，今伫社会有即个遮好康的无啦？哦，你选总统，拼到要死，用地价要臭头有无？像8当4当做3个4当，吼，安尼安尼。你我委员，你要紧调的啊，哦，你选调好无？偌久，反正我4当，哦，是不是？哎，啊，大家斗来斗去。哦，啊，讲来讲去，啊，骂来骂去，哇，感觉足无味的，敢是安尼。哦，啊，咱这世人，毋免常常拼，慢慢常常骂，慢慢常常争。哎，咱好啊修，哎，师尊后大人保证哦，10800年都有咧等哦。哎，有这个比这较好诶。哎，所以啊，讲中道中，你是要做啥较对啦？啊，咱今仔选择这条路，安尼就对啦啦。所以各位先生，咱今仔想到遮吼。毋茫半途而废哦，哎，毋茫某时心得几时对，安尼做无彩啊，哎，啊无要想到啥物程度，盖棺定论，哦，安那二修，安尼盖爱修好，哦，莫破盖，哎，莫讲要去美国佚佗吼，互我一个朋友啦，讲要去美国佚佗啦，拢惯倒的啦，讲着甲阿母来请假啦，讲啊，看请假有咧请假，还是要请啥物假？我着要去遐请工吼，啊，但食较无方便啦。啊，我请假吼，所以我请就后来，无就请假啦哈，要请假就大风节是请假，要请嘛就当请假啦，吼，反正你请
清透就清透啊，咱若真正出去无方便哦，互我来讲一个方法，互我拢安尼啦。咱台湾的泡面素食泡面足好食，佫足方便，你着啊炸28瓦炸咧，感觉咧，无人骗你食泡面就好啊。他就清淡要弄啊，咱是，所以各位姐姐，这种是足重要的哦。所以这种你若选择了目标，选择对，想要做拢有分。圣经甲咱讲着爱从道啦，从道生嘛。道是啥？宇宙的主宰，绝对的真理，人生的归属，人生的价值。所以各位姐姐。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要讲袂真迄就毋是真正道，就是看袂着的。感谢咧，是这个所以咱迄个华严祖烦恼千点伊定定讲一句话啦：摸着根的，成仙做佛啦；摸不着根的咧，瞎修行啦。所以听这句话，这句就是咧对啦，这个道。啥叫因？因就是道啦。所以各位前好好鼓励大家，赶快去摸着你的根，还是感受你的根。爱的根是啥？就是那个。我讲那个，咱嘛听过啥无？就是那个啦，讲袂出来就是那个啦。你看所以老师来讲，修道修心，办道自心。你的心是啥物？就是咱的心念，心念。咱的心念，会生我心念迄个就是道。较有接近迄个磁场啊，起心动念，迄个就是道，就讲袂出来，迄个就无艰苦，这个互我生活搁再分享啊，咱就定定做万年放啊，一念不生，有闲啊坐一日以啊面安尼，目睭8分开2分开，用3宝就对，志若着强，你了头你着想万年放啊，一念不生，万年放啊，一念不生。你就真正放下，你真正办的你开始10年放下，来100年放下，来1000年放下，来100年拢放下。当你真正拢放下的时阵，有一个念头放袂下，迄个念头搁咧念万年放下，一念不生。迄个念头就是咱的道体，就是咱的根，爱甲去摸着个物件，迄就是咱自心中的啥本体，这道足虚，足微妙的咧，伊会当与天地合而着，与日月合而明，与数是合而事，与鬼神合而吉凶。真的就是这样子。啥物叫与鬼神合而吉凶？就是你修到一个阶段，你有法度去听着啥鬼魂的讲话，你嘛有法度听着啥天神的讲话，真的就是这样应该21种，伊就讲第4项啊，第4项啊，啥物叫第4项？就是伫恍惚的状况当中。所以各位姐姐，你若修到一个阶段，你若有恍惚的情形，啥叫恍惚？就讲你若咧困咱这个肉体咧困，毋过你讲清清楚楚，迄叫恍惚。各位姐姐，你敢有迄个感觉？听我咧讲课，伫拄伫，迄个恍惚啦。要拄搁拄袂落啦。要困都毋敢困啦，真正迄叫恍惚咧，恍恍惚惚嘛。伫迄个恍惚当中会安怎？快乐神魂。各位可以咱敢要快？然后咱就浅浅真正讲听课听，我咧讲课啊，讲我讲过足好听啊，袂催眠起咧，都伫拄了啦。歹势拄了讲对教授歹势啊，讲伫恍惚当中，可能一个讲差不多10头悬的新人啊，讲穿迄金色的啦，讲金光闪闪滚啦，我讲迄就是仙火啦，我看到仙火，我都开始有信心咧，真诶咧，讲迄仙火差不多10头悬遐悬啦，你看，所以即种就是医生就讲咱一定修就到迄个境界啊，你有法度啥，天人合一啊，有法度与天地合一着，就是讲你的活性、魂性、本体参体性合而为一啊！咱现就是咧修咱像安尼啦，参体性一定合而为一安啦，就是无你无我，无对无毋对啊，无是无非啊，拢进入绝对的世界，叫做骤是相对，近似绝对，有一个绝对世界啊，
所以你若我要进入在大家世界，你讲的话，拢就是真理啊。你做的代志啥，拢毋是人心做事啊，拢就是用你的慧心做事啊。所以咱本来拢用心做主啊，目睭犯着爱看，就看遐去啊。嘴爱食安那，就看遐去啊。耳孔爱听，就看遐去啊。各位先生，你摸着你的经了吼，爱赶紧用你的道源吼，就是你的慧本体带动你的目睭，带动你的鼻啊，带动你的嘴，带动你的耳啊。目睭也咧看你的主人甲讲，啥物人也袂使哦。即个色情的吼，你绝对毋通看哦。你今仔修道吼，看5分钟的色情，你规个啥10档的功都破去啊！你毋知？毋通看哦。用你主人甲你目睭讲，你若甲嘴讲咧，我迄闻着迄个啥盐酥鸡，香讲吼，人斩袂条啊！想要去买来食，伊就讲小道人啊，这虽然是素食的哦。毋过吼，安怎？油炸咧食鸟吼，安怎会较火广哦？食了伤济会中火哦，毋通食。吼，安尼啦，用你主人做主人讲，安尼吼，迄就上道啦。迄就是用你的慧心本体带动你六根啦。所以你六根自然就清净啊。所以六根清净咧，你就逍遥自在。所以咧，咱毋通习惯互咱的六根做主，咱爱互咱的本人做主。安尼就对，安尼叫中道啦吼。好，咱来看迄个啥，第内容。爱讲呢，上较有智慧人，就是选择咱一道。所以各位先生，咱在座的先生，拢是有智慧的人。今仔日较会当啥，选择来祈祷修心。今仔较会当选择讲，我来踏入佛门，好来修道，办道行道了道，好来跟随着咱前人、副前人，各位点样做骹步，人讲对无对无，嘛就一个看啥三会啊，我感觉没有慧根也要慧根。咱前日无定定讲即句话，讲你无慧根啦，无你嘛会晓对前人还是对点传书跟着他们去学习。讲没有慧根也要慧根啦，乌龟两嘛是拢共音啦，秘书是都共。所以讲真正有智慧的人，伊中道，伊袂中业。当然啦，事业爱做啦，钱爱趁啦。按过咧，姓事嘛是啥爱办，所以咱真正啦，爱众圣亲法，就是安尼。所以咱就得了了知己如何有定，这咱伫大学内底拢有啊，亦都是智慧上较超然的啥判定，所以呢，互我来讲一个菲律宾一个故事啦。菲律宾就一个大主，爱隔壁就拄在那挂一个啥咧，迄个。也教的教主啦，迄做前卫迄袂输像咱这前人辈安尼就对啦，伫遐因迄落啥，因遐伊做教主，你我住伫隔壁尔，由咱这道亲伊就想要设佛堂啊，想要开大设佛堂安尼就对啦，伊碰起来就常轮道啊啦，这大主就请一船伊就粉啦，就走来走去要请由因兜，安尼啦。这教主伫隔壁尔，就准备要来参拜，迄个泡茶要轮道安尼。才会看伊请一船伊就好啦，抱安尼请安尼啦吼。我来，我米人啊，你若请一船伊就好了啦，安尼啦。伊讲我明仔载要啥开大，开大我要请伊，因为之前伊就做出应允，所以我要请一船伊就好来讲伫遐啥，讲在哪里？迄教主讲，你敢知影？因为迄教主有哪拍心咯？如果你敢知伊就做出甲我笑呢，你嘛咧笑啥？甲我笑，看着我咧笑就对啦。那就试讲你啥物拢毋捌啊，就对啊，你虽然教主啥物拢毋捌安尼。讲我咧我笑啊，嘛咧笑啥物意思呢？你明仔载要开大呢？我来看卖，看你是咧变啥就对啦。大主当然拿刀啊，讲你毋免拿刀啦，我是教主，我才有可能去甲好气啊，来恁这边安尼就对啦我是教主啊，无可能啊，所以你毋免拿刀啦，我明仔载来看卖。咱这前辈者就隔工大拢赶去啊，为这大主庆祝啊，要来啥？要来开大啊，伊迄大伫2楼的就对啦，咱这点传书过啊，就参这个教主就伫遐等，嘛是遐大来求道啊，讲无可能啦，我是教主，我才有来可能要来求道啦，点传书参伊讲话就，啦，大袂行，就不是歹势，教主你拄仔坐。
因为即边因拢办好啊，等我去点倒，等呢办倒了，我再来陪你，安尼就对，这来第二就是办，到处伫下底咧等，太汹涌听着八声就雷了，砰砰砰，家己讲我即个好天啊，就雷公啊，变去安尼就对啦，结果点到就办好啦，门开下要落来啊，才看到迄个教主伫咧楼梯头咧跪啊，你跪一直拜就对啦。因为点在做迄个门开开，一道金光光射出来，点在做家己无看，毋过迄个教主有看，伊看毋是点在做，伊看是一块光，大个光就对啦。爱看到就是接不落来就对啦。所以就一直磕头，一直拜，点在做就迄个教主是啥物代志你来跪伫遐咧拜安尼啦。是你啦，我开始也未看到你呢，我看到一个仙粉落来，金光闪闪滚呢，才比你啦，安尼啦。所以迄个点传师就招你，教主讲你边仔坐，就开始讲啊。讲点传师啊，手够正你睇只顶面是咧比啥安尼啦？啥物代志啊？讲啥物物啊？恁大师啊我伫遮等，嘣八声，我对讲遐大声，嘣叫，安尼啦。点传师比较想无啊，我咧点倒做安静的安尼啦，还有啥物啦讲咧八声，我算啊我清楚。点传师甲回忆过来，大家点八个，点八人啦，点传师点了，咱普通人听无啥，毋过因咧真正有心通的人听袂出单位点传师点了，安尼啦，我点八对啦，大家点八啦，可能我点八，我听8声就对啦。伊讲我要求道，教授讲要求道啦，大家道袂行听着8声就要求道啦。就真正讲不管身败名裂啦，反正我毋捌两个较舒适的，就真正爬去叫他挂红纱纱，照像咱的意思。你毋知伊爬去规个拢敢爬开，咱毋敢爬开，因为伊有他心中伊看拢有就对啦。伊讲正电联赛，伊毋知影啥物正电联赛，你知影一个情景咧，一个情景咧，拢徛伫遐啦。拢10多关啦。搁三尊也拢伫遐啦，咱的这个外国老位菩萨，伊就自拢伫遐啦，安尼金光闪闪滚啦，伊就规啊拜嘛，伊就打拼讲，恁就逐个拢跪了，恁无传你啦，就逐个拢无传，哪会传你？无传惊你咱拢同都无传，惊伊传5尊伫遐，叫逐个跪了伊叫逐个真正跪了，所以仪式开始办点落去，点了两嘛，砰一个伊就东亚开悟，非常感谢咱点传师强道传福利，玉珠以后攞伫菲律宾成为一个足优秀的讲师，嘛足优秀的人才出来，所以讲谢谢。道的尊贵一道，绝对毋是用讲的，捌会的人真正孔子讲的咧，我要订物件互人嘛是逐日是捌会，捌会了无法度。咱这道遮宝贵拜托的，你来求啦，是你来开佫无来咧，所以你讲知影，咱无一句老先生讲的，迄道互咱办到无价值去就真正都无差的。无像阮前前的故事咱都听到，我是讲互咱听啦因为咱三档无听道理啦大家拢说，我咧讲话嘛咧卡，咧听嘛咧怪怪安尼啦三档无讲啊嘛咧假假啦咱无像阮前人迄阵求道理了偌出神，道一个就是伊的因素啦，我得着道偌尊贵，偌宝贵，偌宝贵咧，就甲抱咧讲，大佬分大无，讲一道咧，我有一个前人听着了迄阵个囡仔讲16岁、17岁尔咧，用行3工去找着伊讲迄个所在啦，行3工啦，找着迄个点传师啦，迄个点传师做6工啦，就问讲恁遮是毋是道人求啦？啥，问到是平安的啦，迄个点传师有哪要考伊？无啦，你莫听乌白讲，等去，安尼啦，我无用我要上班就真正早无。无像你迄阵16岁囡仔，毋死心在咧我等咧，等到迄点传师去上班转来，一定会补啊，等一工去啊，
第一天嘛是安尼，第二天嘛是安尼，第三天安尼，迄点钟输错去哦，我政府吼，啊啦感动面，就讲三八里来啦，安尼啦，第三天啊，就讲三八里来啦，啊讲个啥物啦？啊吼，讲安尼啦，啊讲安尼好，因为要求长吼，第一爱点段书，爱因书，爱报书，啊你无因书，看三八里的，你去出来啦，搁行3天革面，迄个因书出来。哦，讲爱因书的你报我，你来参我来啊！你无来我就袂当求到啊！哦，啊，佮行3工，佮来找着伊咧。嘿，点段书甲从这宝贵的大道传互伊，各位先生。如果你也是无政府点段书，你会感动袂？哦，这道遮宝贵安尼吼，哎呀，我要求着到。哦，啊，有安尼吼，劳顿辛苦。哎，啊，用是技术较得会着，所以当真啊宝贝，各位先生，你敢知影？啊，各位先生，咱即个办的是啥？游览车租的，吼，来，大家挂好啊，倒来大家懂点，吼，各位先生，你办的差不多咧，真正咧，对，准备互咱办甲拢无准备呢，是实人咧，哎，啊，所以吼，这咱拢爱啥？吼，爱忏悔啦，是实人，啊，刀太尊贵，哎，啊，刀吼，啊啦，啊好啊珍惜。啊，咱既然得着道啊，爱好啊，安那好好把握当下，吼，好，咱来进入本文吼，讲空德之用，为道是用。空德吼，嘛有人解释讲就是空主啦，吼，啊，其实吼，咱爱知影，说了五岁时代参空主，佫有一节啦，吼，佫有一节啦，五主100几岁，空主才50岁尔，吼，啊，伊安尼年纪讲来吼，应该伊才袂讲空主，伊嘛咧阐释讲吼。阐述讲功德就是啥，广大的德性啊，也是讲即个人做有德行的啦，也是讲贤德啦，也是讲万德啦，吼啊，所以各位先生，咱记着道，大家恭喜，啊，记着道面啦，来着啥培着，有道有道无着枉用功，如拿寒水用着风，就是咱遐较紧吼来培道啦，吼啊培道咱即场拢做有够啊，安怎？青口素质就是上大好的皮道，袂得啊，吼，是实的哦，所以你若讲我咱青口素质多少，我来讲，咱遐青口素质第一就是咧培养咱的德性，吼，咱香港一个德性啊，然后我讲因兜一个故事就对啦，讲因阿嬷迄阵是收安阳期的，吼，啊因阿嬷嘛无陪伊三宝嘛无啦，就反正去听迄安阳期哦，听迄回小阿姨讲吼功课。讲讲袂，伊转来家己要自称啊，来讲食素食呢。讲迄阵阿嬷20几岁咧，来讲听着你听了，就家己食素食啊，食到80几岁。啊，你看因阿嬷哦，甲食素食哦，叫积着应子孙。应到倒一个，讲一个小弟啦，因两个小弟就对啦，因个小弟吼啉烧酒啦。啊，啉袂了吼，哇煞要转来跳倒来，啊，参一条大卡车吼，烧到啦。弄一个吼，讲伫咧桥顶吼，讲差不多3、6罐，伫咧3、6罐拢摔落去桥骹，啊摔落来了吼，头吼去箍着一个大石头啦，箍一个吼，讲头拢破的，脑拢走出来，目睭吼有咱一个吐出来就对啦，你看。叫遐病院吼，医生讲这无效，莫去啦，无效啦，规真正无效啦，因老爸听着讲无效，我好啦，我莫去。啊，伊搁一个大弟，因个大弟参这个小弟吼，感情足好，伊讲医生来。不管开偌济，你拢救我嘛救，救无我嘛救，你就是爱人救，啊开偌济是拢无紧。哦，因大个讲出句话就咱啦，哦，因这大弟啦，医生讲好啊，讲要救好就来救，安尼啦，足技巧的咧，各位先生你敢知影？迄就是讲10个、40个啦，无一个我啦。啊，毋过咧，因比因阿嬷吼，迄阵食素食，就即个着庇佑即个孙。啊！你看伊足奇怪哦，迄脑啊洗，摕出来洗，搁来讲落我，啊搁来皮，皮搁换下呢，到处搁换下，即个人无爱学看呢。是实呢，所以积极应子孙啊。所以各位先生，咱今仔个啥，选着即个青口素食，真正做屁话就对啦。你一定咧应子孙啊啦，啊无你也看啦，人甚至来讲啊，你若欠咗一钱要互恁后生祖囝，各位先生。后生祖囝真正福报啦吼，毋免你留钱互伊啦。伊比你较高趁的啊，咱一个月趁2万几，人伊一个月趁20几万的，敢是安尼，趁着搁留钱互伊。即个囡仔无啥，无迄福报咧，各位先生，
你老一两千八5亿哦，我就跟你讲啦，没啥当然无聊了啦。来看这个囡仔有福报无啦，是不是这样子？哦，啊，咱若老体哦，囡仔，我就跟你讲，也袂来看啦。真的啦，就今仔这刚说凊彩吼，厝里嘛一堆册，叔叔讲叫啥物叫嘛有。咱若到位你后囡仔无食咧，这嘛是拢来处理掉啦。无敢是安尼。所以留钱嘛，毋是留钱嘛，毋是无要留啥，留德。这德应领孙啊，因为这是无用的啊。就像这个故事会当啥，黄中化给大书化就是书化有啊。所以讲前面咱今仔日有清道，有寿星，有修德办德，尼叫做孔德，孔德之人啊。所以才会中意啊。所以咱就要以德还家，以德服人啊。所以你看孔子讲圣人，一定2500几工啊。到今呢，伊的70几代，我讲72代、73代，不等啦咱不管你几代的70几代啊。77代。这是一个孔德成，伫中国大陆。伊就走来走去啊，这毋是一倒，我嘛毋知影。我是捌知影讲伊一届挑工迄个专程去迄个日本拜访。日本你敢知影？知影这个是孔子的第70几孙哦，你敢知？70几代咱认同孔子这个圣人尔。对70几代的孙安怎对待？讲迄好野人来时候咧拜见这个孔德成啊，大家毋敢像安尼衫穿的，穿的无咧，讲拢去标榜去做一次迄个马褂，马褂迄种衫古早装的啦，就穿咧，就变就会可以。比如讲，咱生活在孔德成是深圳山，里面入来深圳山，毋敢开车开到入来呢，讲差不多到砖头遐头1公里，用行就要去孔德成。为什么？你才会有这个举动，对一个圣人的评价后代尊重、尊敬，袂做尊敬圣人同款。这就是孔道最传的伊德性啊，毋照迄个第一到伊70几代孙，所以你看这个德性啊这德性就是空无之德，无法显现，无法形容，为上不比。这就是讲什么叫德？各位姐姐。咱咧做财事也好，做无畏事也好，财事法事无畏事拢好啦。咱嘛执着这个功德，是啊，讲毋执着功德，好谢谢。你讲我报时10万块，你拄啊这个10万块，你提手咧，安尼啊，你功德多10万块尔啦。你若莫执着咧，整个虚空都是你的功德。看你要执着，对不对？因为心如虚空啊，咱的佛经本体就像虚空同款啊。你若莫执着，整个法界都是啥功德。你若执着，我做一个功德，烧咧手咧功德上天做手咧烧咧功德上天做手分60分功德。你若莫执着咧，无边无际的功德。所以人家来讲咱为善不欲人知，不要执着于功德下。拢就是这个目标啦，拢就是这个得力的对啦所以这个用就才讲这个用，空就是用，用就是已经有足啦，就是讲咱有德力的人，到8岁以后，过流风，领导成功，所以呢就是说，咱来讲一个故事的啦，迄较早的好嘢啦，叫失调，什么叫失调？看遐尔，当然毋是逐个就对啦，有这个例就对啦。有好行人有钱有势啊，行路拢有风啊，包括伊要死啊，佫要求啥？有啥？有几个童男，有几个童女，陪葬的，各位先生。你看这有要求无？你囡仔囝的，就要死就死落去，佫要落去，你看，佫叫迄囡仔讲着陪伊啦，所以你看，这就是失德啦。所以互我讲，咱今仔祈祷寿星，就是咧陪着大功德。因为咱咧请教说，这大家嘛咧放心，咱咧放心是讲，我今日去掠我爸叫我来帮我陪伊，我有一摆咧看电视伊那个摄影师就叫我去那个采访的对啦，去那个放心的团队啦，当然只是出那个普意做好啦，不过方法无差对啦，就讲来啊，头家。阮当时3工后，我买500只鸟啊，我买来放生，这当然是好啦伊无想讲头家要安怎去生500只鸟出来，
哦，咁样伊嘛爱去啲啊，啊，别啦，你系用马甲衫啊，哦，你系用青ผ้就死啊，啥物系啊？所以用马甲你，哦，啊，你系无法食，吼来搞诶，迄条马甲毋是手受伤，就头受伤，或骹受伤啊，是毋是咧？受伤到尾一半啦，哦，啊，因买啦，来哦，放心哦，吼，啊，搁黏黏诶吼，啊，搁黏几常常，啊，放心哦，大欢喜，哎，啊，安尼啥，慈善机构大走了了，迄个记者吼，搁无走，搁对我去。哦，差不多一半人拢，一排，差不多一排鸟拢伫遐，无要飞袂去，啊要走无路，啊落来吼飞就对啦。哎，我500只，至少4门500只。啊，你看你个放心，这应该是放死啦，毋是放心啦。吼，但是所以各位先生，咱今仔上顿，讲咱今仔会晓修到这条路，搁天靠寿星，这较是真正放心。吼，所以你看咱三层拢放心诶。是这个咧，吼，啊，所以讲吼，咱来培植，吼，啊，这有一首诗啦，吼，讲人生虽有几根枝啦，吼，受要求了共通的目的啊，早日街头游走马啊，金雕换来一兵西啊，吼，七彩一下非君有啊，吼，岁月将行难自欺啊，大道不求真得利啊，吼，欲知不练是愚痴啊。哦，意思讲咱人吼来到人世间，哦，我会当100档的呢，各位姐姐，互咱问咱啦吼，这个问题足严肃的，啊嘛足实在啦，啊真正有一点无客气啦，因为互我用用这个主题吼，去要求家己啊，哦，各位姐姐，互咱问咱吼，咱有几档啊？无这问题哦，讲着到地哦，啊我有几档啊？就互我今年已经60几岁啊。以咱台湾的寿数就对啦，分队咱活到75岁啦，哦，啊，天队咱活70岁，平均年龄啦，哦，啊，你看，互我已经63岁、64岁啊，哦，啊，伊75，算算，互我剩5、6档呢。真诶呢，各位先生，安尼就你剩几档啊？互我去香港讲这吼，啊，一个80几个讲，干叔啊，我无早爱死啊，我无啦，我遐严重啦。是做比如啦，吼，而且，现在各位学生，你好好想，那个出几档，对不对？啊，你个出几档个唔拼，啊唔拼是你用啊，咁样咧，哦，讲到歹听就伫遐等死，哦，等迄天吼，人去来3字讲安尼尔嘛，啊，这是人生，哦，啊，所以好势跟你讲，会拼尽量拼，会讲尽量讲，会做尽量做，会咱外国开放去尽量去外国开放，因为咱。剩无偌久啦！真正互我算来70岁，互我剩6档咧，真正咧。啊，6档啊，当互你拼出一个性命，敢袂好？哦，做袂好诶哦，敢袂咧？哦，真正做袂好诶呢。啊，所以各位先生，哦，伊即首诗来讲吼，人生苦短啦，长得咧快吼，伫遐吼又假诶啦，搁伫遐食盐酥鸡诶啦，啊，结果咧，过工尔讲死啊，安尼啦。哦，各位先生，咱这事咧吼，足济，足济啦吼。好，医道市场，就讲吼，一定爱招咱啊道义道中，好啊去修道，好啊去行道。哦，啊，所以咱大家拢听过，这个方法阮来讲，行遍天涯路，唯有修道不渡人。各位先生，你好啊想，从咱求道到进，哦，像这前辈者，我太太因咧吼，我看着我足济前辈者。至少是道中有40档、50档就济啊，真正有够济啊！我较早日本边看咧，哦，大家拢头白头毛呢，白头毛咧有够济呢，哦，啊，愈白代表你伫道中愈久呢，哦，啊，所以40档、50档有够济啊，就对啦，哦，啊，各位先生，你主要看即句话有实在无啦？咱若去对话啊，我着倒位啊呢？哦，啊，咱若去买股票咧，奇怪，咱别人买吼，拢趁钱，我买股票拢了钱呢。哦，啊，若叫我投资咧，奇怪，啊，在当落拢无法讲子弹和高啊嘛，碰一下嘛无呢。啊，所以你看咱做啥物代志吼，拢会去误着人。哦，啊，所以各位先生你看，咱今仔选择这条修道的路，到咱误着。真正咧，咱真是定来讲一句话。从来不后悔，只有忏悔。哦，就讲前咱前日去拜见何老先生，
咱前日礼拜六老前日咱知吼，因为咱单前日讲嘛，这个前日主编我听讲好老前日伫倒安德高望重，我想要去拜会一下，安尼啊，见他的一面啊，风采，咱单前日带咱前日去啊，讲伫迄个去啊，伫二圣山啦，讲足济人，讲3、4摆啦，拢要去迄落会见何老先生啦。迄阵何老先生拢无出来接待就对啦。等到迄个歌讲3点半，今日才出来，何老先生才出来，出来大家摆几摆拢要参咱何老先生握手啦，安尼啦。咱即个前日迄阵就哪游得无偌久，真是哪开始发心尔，大家握手啊。何老先生大家拢送伊一句话尔，讲倒一句话，何先生迄句你嘛做无讲，我嘛做无讲。回去好好修啦，奇怪啦，咱无德性咱讲啦，无啥程度。何老先生嘛，迄德性无共款呢。叫咱前日的手尔，回去好好修道。前日讲的，前日句话讲落了，变啊真啊，几人啊？所以话，所以前日的方向就是咱讲，一世人修道，绝对无后悔。一世人签到无法相信，绝对无后悔。不过咧，有过失，一点仔过失，爱忏悔，安尼尔。所以一辈子没有后悔，只有忏悔。各位先生，咱是用咱3前日的心车共款。家己选择这条路，永远不会后悔。感谢咧。所以咱就爱修到到位以后，前日常常讲的，修到无退休的，修到无退伍的，无终止的。所以咱就是爱定修到盖棺定论，是实咯。我进入这生意人客来讲，迄个老板啊，你来看少年啊，我一定要65要退休啊，就对啦。你看个真少年呢，我就讲，你有想要少年过啦？如果有讲我卖。食菜30担，食菜30担的少年，我讲咯，各位先生，真正咧，我较早咧做用红大哥，你看，较真有啥物无共？较老实看你尔，是是咧。所以上盖好的保养品，全靠素心，拢袂够啦。像迄领人较早看嘛是安尼，穿嘛是安尼，拢无啥会啦。所以真正，人遍天涯路，唯有修得不误人，绝对袂无难的就对啦爱讲道之为本，讲这道到底是啥物物件啦？你都提这个问题啦你讲为法为夫啦，啥物为法为夫的？是有非有，是无非无啦。虽非实质啊，却是实有啦。我来讲，他就讲恍惚嘛。啥物恍惚？各位先生，咱啥物时阵都恍惚？咱咧困各位先生，咱咧困来好困。有人做歹困的，因为困到也忝话啦困的品质能结束歹，因为困到也忝话啦，人动真啦，富富重配啦，安尼啦，所以也忝话啦伊要困的品质做歹，迄是另外啦，伊只境界是讲恍惚，啥物恍惚就是你人倒伫啊，不过你头壳足清醒，人开一个梦你嘛知。1点讲一个你嘛知，3点讲3个你嘛知，几点你人伫遐困各位先生，咱有这情形无？这是哪里强你，这就为王为夫。这功夫咧真正咧，你唔通讲我困袂去，然后神经衰弱，我来找医生，或者跟你讲医生无法度，因为这是修道一种境界。新年写这出来，无你话无防不变啊解说啊。是不是呢？就是像咱咧困安尼，所以较早有一个师傅传两个小三米，个师傅就教小三米打坐啦，两个就伫遐打坐，结果师傅就来，一个就目睭擘开看师傅一个，一个咧拢无打招呼，各位先生倒一个较对，开目睭看师傅安尼较对。因为伊一定咧打坐我替咧打坐，毋过伊清清楚楚，啥物人又来？知影师傅又来遐看者，代表是啥？代表着打招呼。
边仔咧都无叮当诶，你会一直困去啊。所以大夫，互我就是讲这个境界，真诶互我都总结完一个境界。各位先生，你感觉看过咱若伫三楼，较有这个情形啦。你就伫遐咧坐，安尼头壳伫洗，你恍惚去。各位先生，捌有一个前辈互我讲伊咧恍惚诶时阵迄个面就做出走来伊头前讲你头前安尼就对啦。互我就问讲，是面就做出走你诶头前，还是你咧走来面就做出头前啊？我讲嘛毋知，就伊头前看着啊，迄叫恍惚啊，明白啊？所以哪有搁哪无？这也是迄个上所谓讲啦，叫做第四项的功夫就是安尼。所以我信的讲这真正功夫的呢。所以咱就爱怀信爱啊，伊啊，爱认真就是这啦。所以他来讲啊，功德是啥物物件？伊是啥？得可得他啊，不可得不可名啊。就是讲你讲出来就毋对啊。所以圣人知影你啊讲出来就毋对啊，所以用啥？用这个方法你来做啥？做引导。就较早一个上师啦就伫遐修道。头迄落啥？外口一个外道就来，上师出去啊，啥物叫做道？迄上师伫遐破产嘛，行头行开看着一丛松树伫遐啦。是讲松树就是道，各位先生会当意会着。松树太是道啦，我讲无看因为伊看啊第一眼就看着松树，所以讲松树就是道。像你也问我啥物叫道，我惊开快迄个啥迄个点来吃这个道，就第一眼看起来就是啦，叫第一眼。迄阵叫啥？不识先，不识后，见无莫无，还是咱本来就是讲。所以圣人咧描写这就讲，在这个功德时诶，这个功德就是安尼，毋是因诶问题，是咱无了解诶问题。是人咧问你讲，我咪人啊，啥物叫道？无咱讲一条好用诶，你着拢莫讲话，目睭耳讲互我看，敢知影？这就是道啦，咱体会这个物件未？是啊，我今仔目睭真苦苦甲你看，怎个看？你负一本体带动你目睭看，敢尔呢？我今仔无负一本体，敢会来看？无可能啊！因为咱的目睭就像迄电话簿啊，电话簿啊装伫啊，就像咱目睭装伫遮共款。你着爱边插着开着，伊才会倒。边若无插着，伊嘛袂倒啊。有电话簿啊，咱无电话簿，毋是个共款。咱目睭装伫啊嘛是共款啊。你要自上，自性带动伊看物件，伊才会看袂啊。迄就像咱人包尾面啊，买钱钱，即人有头有口有手，有无？有目睭有鼻仔有喙有耳仔有啊。五官端正，各位先生，如果伊诶自性无味啊，走啊，目睭无当看啦，有目睭袂看啦，有喙袂食，有耳仔袂听啦，敢知呢？迄个自性是啥？就是咱有一本体就是道啊。要显示出来，为王为夫啦，恍恍惚惚啦。我信人境界就完好啊。所以我迄阵要讲这真正是诚总模这是一个谦虚啦。等下搁即句更较厉害，为王为夫恍兮夫兮恍兮，其中有象这个较厉害。伊讲内底搁有象呢，各位先生，伊即句就讲真空生鸟应啦。你若讲空的，道拢空的啊，空你就真空叫完空啊。咱道是空的无毋对，但啥？天啊，空中个生鸟出来这才是道所以咱袂使受到讲闭关空气也袂使啦像就啥有莫名的形象存在。首先来呢，有一届一个点文书去啥去大陆开放啦，咱莫讲这是点文书啦，伊去甲互我分享啦。讲伊就是咧点道。讲伊敢会上你足奇怪，透啥都毋捌遐闹开的，万咱迄个对，万咱迄个对，万咱车毋对，万咱我毋对。讲伊敢若有10几个求道人啊。讲伊车大车甲一半，我都袂记哩啦。啥嘛点来说车大车一半袂记啊？是安那？要落啊，毋是要搁继续，真正我袂记啦。就对啦。一开始老师出比家里家长伫讲，
头就冒出来咧，敢知无紧张咧？哦，啊尾啊吼，毋来就做家己阿声，到底烧就烧，到底是请，讲你吼做甲做袂稳的，反正吼都计划足济啊，结果就办落来了，你敢知影？点头出来讲，这内底一定有问题啦，结果啊问吼，讲一个啥呢？一个吼杀人的逃犯啦。哦哟。杀死一个啦，买咱走出来毋知影，咧长青买咧倒咧倒来啦，吼，你看做落工。做迄款蛋糕吼，点来煮行，真大事都袂记，你看有严重无？点来煮，点咧车大事，搁袂说咧食饭咧，才会叫袂记哩啦。就真正掠厝来咧动哦，真正咧，真正无法度就是无法度咧，就实在咧。咱最近哦，社头一个浅线嘛，爱着看我要洗分肠啦，无话说就会就是好处，结果吼，我着爱甲伊爸爸请示啊。伊爸爸说无要答应啦，对啦，因为爸爸毋是道中的人，无要答应。最近吼，就是迄个想要洗分肠迄个浅线因祖囝，着打去打阿公讲，就说明阿公啊吼，讲阿公啊。你有爱洗分肠啦，因为我即要考试吼，这足歹考的。我希望有一个分肠，有我好啊，尽心来用功来读册啦，我考会调袂啊。就要求阿公互洗分肠啦。阿公听顺啊，好啦，反正洗分肠也毋是啥物歹代志，好，恁若要先去洗啦。我阿公阿嬷一定答应啦，换即个大主啦，想要洗分肠这个大主啦。我最近拢讲迄个负面的啦，因某就敲电话互我讲助理后壁安怎菜？本来伊要洗的，即个我毋洗啦，老爸老母答应啦，所以伊毋洗啦，后壁安怎啦？我就讲伊是安怎无要洗啦？就讲负面的讲一大堆就对啦吼。我讲吼，这毋是本意，迄伊的业务吼，你甜安尼啦。讲安尼要啦，该有啊。我是做安尼讲啦吼。你毋知影，咱咧我叫伊较紧诶，你逐工量面就真紧。市场面就真紧，看要量几摆无要紧，10摆、20摆、30摆拢无要紧。如果你刷了，你双手合掌，双手合掌你开始老母慈悲，训你啥物人？我今仔量10摆面就真紧，功德我咧回向我上，安尼啦。伊讲有咧，讲我逐工拢念咧，讲有你敢有回向？伊讲有咧，我讲你回向我上啊。伊讲伊逐工拢回向十方大德啦，你太伟大了。十方大德啊，咱个两边拢回向十方大德啥，好势时阵安讲，咱慢慢回向。你若回向十方大德我做一个比如讲我送这饼，你这饼要1000个人食，各位先生，你看1000人要食几块啊？阮一个都无够，我来讲，敢是呢？我讲你见你先生，我要请讨，不过也不能停你得爱讲对你先生。我就讲你念10摆好，20摆好，你就较紧嘞。我今天主诵的功德，要回向我先生，伊啥物名？伊啥物大名拢念出来伊即大饼拢伊食，安尼是毋对袂对？知影？即方法是真正嘞。慢慢伊咧业务摕了足自然伊就答应要洗分肠啦。所以各位先生，为免来求道无法度求道，为免清讨无法度清讨，为免来洗分肠无法度洗分肠，其实迄拢就是啥？冤欠太重了。是实咯。佫有一种冤欠太重就是啥？金钱退来了，无看册，无害啦，愈看愈切就对啦。即只所以你也看袂去经济这个出来，慢慢叫人困去。这其实有是冤欠太重了，是实的啦。所以咱就是啥，要突破掉。所以求道者其中就是道体中道貌显现啦，好来，台下呼吸恍气，即是恍气呼吸，其中无物。物就是啥？有真理的存在。所以各位先生，你有感觉无？迄足侪前辈者，未求得进前，饭两酒啦，吃喝嫖赌，五专俱全啦，得大行业就对啦。像我迄阵未求得嘛是会食薰的，真的。啉酒咧就做兵，爱考不出大考啊，来参拜嘛常常爱啉啦，虽然袂常常参啉，不过咱应时嘛是拢会啉啦。各位先生，你敢知影？我准正我明仔载要请讨，
今日就是食薰嘞，我就是安尼。我早嘛，我要请教这支薰改袂开要安怎？咱前辈者吼，就讲你大细啊，你就要请教哦，你有要去去无啊？一定答应人啊，好，来接，你看落来好了。来迄阵伫黄金里请教，去请教足奇怪哦，听规工的班哦，咱实际班嘛吼，听规工的哦，你既然拢无想去食薰的，足奇怪。你完翕入了吼，请教完翕入了，到阵哦30几档啊，含一个念头，我要食薰就无啦。薰都爱改开，无较早互我食薰迄阵哦，中秋改新农年啊，新农去改总统的，改来改去拢食薰，改袂改。毋过吼，迄个原翕落了，各位先生足奇怪哦，到阵真正拢改开。所以的话，咱入去青岛湾吼，有奥妙无奥妙，事实来咧。所以咱前辈才毋知影讲，咱今仔青岛寿司，咱较早做的水果册，上尾做自批的，这无换做自批的，咱打开，互咱好啊去收，好啊办，好啊去行。所以各位先生，正好康的，咱无看去做吼，真正对母语仔偏稳输着。所以讲黄西富西呢，其中有误啦，所以的话，咱有时个求得了，较早有食粉圆啊，食粉啊，食酒啦，有诶无足奇怪哦，求得了，完全变成一个人。各位先生，你注意看，足侪人安尼啦，就是互我安尼尔，足侪人啦，较早讲无做安尼啦，求得了吼，拢无半山啊就对啦。所以这个啥？这个道会显。所以讲求得了天地良心显露啊啦，有说了，求得了天地良心就显露啊，你就知影啥物是好的，啥物是歹的，唔对的，迄自然就改啊啦，真正改了所以尧兮名兮，其中有精，尧呢就是清惯的意思就对啦，名呢是啥？伟岸的意思啦，所以总之他来讲，得不己也不可及，意思讲这得玄妙不可形容。都无法度去讲伊个就对啦，所以咱个家己爱去掠伊个樟头，樟头掠无着吼，一世人无采人个心着就对。得咧不可及，就是讲得法的力量无穷边无尽。所以我咱人天地人三载，天也久长，地也长久，各位先简单的，咱可能是8当年的，不过咱人的德性呢，可以配天地。咱人的德性啊，可以跟天地同堂穷呢。所以话，迄个地有重要无？是叫做重要呢。我介听到迄个宝光圣人伊一个前辈咧讲迄个师尊老大人迄阵伊还未有发觉着义山这个地啦。讲师尊老大人来批话的时阵，紧来去找义山，这宝地就对啦。你若真是较拖来拖去，咱中国无一个义山路就山拢变遐去啊。我去几落座拢无咧，无啥物伊要爱地咧，讲结果有一摆就同我转来，转来同我坐伫咱即条路遐去安尼较早拢顺道啊。讲伫迄条迄个义山遐的山骹，讲车拢歹去啦，歹去了因个接人啊，因个点到出来落来我是爱看山势，是爱看看，是讲问人啦。问我你这山势遮水着你这个山是叫啥物山啦？伊讲我这叫义山，听一个，原来师尊老大就讲只是义山，就是这个所在，安尼就对啦。所以伊就知原来只是就是遮啦，毋是这个义山啦，这个义山啦。所以伊就去物色啦，准备要从这山上爬开。爬开了开始变小份，进个义山佛堂，安尼义山宝光圣堂就对啦，就去踅啦。讲进前开始咧踅的时阵，讲规粒山拢大啦，大小讲规粒拢是咱你知影是着啦，袂当使心较有可能从咧大了了，无可能了嘛了会了规山行拢地大啦，结果讲第三点知影？讲第一座来保护这个山。等这个有缘人因的接人有缘人要来买这条山，要让互天不等就对啦，安尼啦。我听过，所以特地讲表，讲第二座化身来保护迄个宝地啦。因个接人讲地偌大，你敢知影？因开迄啥开地基嘛第一工就是迄爱拜请拜天地啊。
讲因家人哦800块伊迄落啥条腰拜拜插落了，讲全部的大都开始无拜伊，讲大只带细只伫带路，讲我有拜啦，我蛇，啊，我嘛袂教人讲，人家一尾只都来互我分享。哦，所以咧，阮前年咧，地球偌大就好，讲100块买去的地方插落尔，逐只大走了了，啊走了了，就开始啦，动工，啊动工开始起甲今仔就迄个网络生产就是这样子，所以各位先生，培养最重要的德性很重要啦，啊，而且到说这点咧，咱就讲话各位先生，讲话最重要，顺德嘛是这句话，讲唔对的就是顺德啦。啊，背着嘞，刚经说得乃天传我破天应得，你就是在培德了。重点是啥呢？道地甲嘛自己存呢，有些道嘛自己存呢。所以都要非常的谨慎提醒啦以用有精，真的是先做大本的完精，嘛不是负债。所以讲经得这对不对？经得了，咱出奇怪，咱自己先造出来，新闻自身就造出来。用自身、流泪自身机器人都造出来了，所以各位先生，你也相信啊你自己去菜市啊看卖，菜市啊，菜市啊啥物好看？咱食菜人是无同款，你也去看一个台低的你唔敢看，真正唔敢看。我啊经过迄一块嘛，都落来夹住了，迄袂输人买，我是迄就对啦。讲偌是就偌是啦，我讲一个故事互咱听因为今仔大拄牛啦，迄逐包了真正是说故事迄报纸就看出来一个白牛排红啊无，白牛排啦，一个红大红的啦，安尼啦，迄红做个放假讲牛排，迄落一工24点钟规透早毋捌死过，就完全忙过空，所以伊个牛排生意有够好个，牛肉面啊。因翁定定咧买牛肉讲牛肉，人拢比牛肉面，迄落牛头面啦，足歹啦，拢比起啦。讲啥咧？讲时还好袂拍伊啦，酒啉落咧，就拍到尾死来，拍到尾死就对啦。迄落啥？年久袂手，就是慢慢地起迄个啥恨，你知影伊一工因翁转来啊，啉酒啉到慢嘛，嘛是拍到迄啦，互伊某站袂条啦。拍无力啦，因翁困人因某攞行迄个台牛的倒啦攞伫身上操，挨一声大个一声拢飘去，飘去这尸体要怎处理啊？伊嘛想要讲牛排，讲倒的，都我等你骹就对啦。等你骹讲牛排啊，嘛讲倒的咧，嘛因某嘛做天天的咧，嘛是叫做地牛肉面。各位先，伊是食人嘛，食牛排。我各位先生，这个恐怖了，你看真正，你也看一个倒顶个牛排就袂输人排，共款拢共款啦。你也看迄猪心像人个猪心拢，人个心拢共款啦。你讲你碰比较袂恐怖。到尾后碰碰到骨头，嘛是咧白人着，今仔日这个都无坏啊。就紧倒，安尼骗就对啦。我遐较会讲话，你敢知影？有一个去食着鸡心头啊！老去报案啦，报案即件代志够破去啦，各位先生你看，所以哎呀，听着这故事互我拢会去加我陪属性的。另外咱若穿几落咱若跟着了，做几段呢？着你听我嘛要参考，是不是这样子？我迄阵参考上亲切啦，因为我哥哥咱都知影菜田嘛，迄阵先参考啦。参考了，搁随小混蛋啦。互我学看哥哥参考咱像袂歹，食菜嘛袂歹呢。我就甲我妈妈讲我妈妈，我嘛要学哥我嘛要食菜呢。你知我妈妈伊人啊，迄考验就对啊。所以好势跟你讲，你要参考，我参考完你一定会考验啦。所以咱这拢参考袂啊，对不对？毋过咱若是要报完参考你着安那好，毋通讲，我知影意思就好啦。讲上济就安尼讨来来讨了。你知我妈妈讨安怎？咱兜出一个食菜就炒袂了，再出两个食菜，安尼就对了。真正咧讲诶，好佳哉迄阵互我袂做工事诶，搁会晓用啦。我妈妈，对呢，我今仔是要学观世音菩萨来度我众生呢。我是要学观世音菩萨来传道授信呢。
歹啦。我是做对个代志呢，就是做唔对个代志呢。我妈妈吼恶命哦，好啦，顺爱你啦，安尼啦，大个无法度管你安尼啦，好甲再无要管咱啦吼。互我就带太太吼，迄阵阮太太吼，伊着中医师嘛，我讲我要食菜哦，伊讲你若要食菜，我嘛要跟你食。我讲你若无听到你要食菜，中医甲我讲互伊请出来，中医甲我讲食菜较会健康，安尼就对啦，伊有做好诶吼，阮阿妈无带来青岛。过前日你敢知影青岛了10天，阮转来搁带阮妈妈去青岛，所以阮妈妈换青岛，搁带阮阿妈青岛，阮阿妈活到99岁，99岁哦，8月2号生转入眠，规身骨拢做到。本来光管愈老愈揪，老倒揪啦，所以你看，所以就是这样子，咱揪得了，猪鼻心就走出来，小分子心就走出来，好奇怪啦。所以受评注意资料吼，你来看，咱本来良心良民造出来的，所以为什么要渡人，就是这样子啊，其精甚真啊，这个精就是精神的流露，所以道最忌讳虚伪，所以咱修道各位学姐，咱嘛有看到啦，嘛有计势啦，我是大学生咧，我是硕士咧，我是当处长咧，嘛会人有这啦，所以修道就是虚空逐梦，就是把自己看小了，把别人放大了，安尼啦，较重视别人诶，家己把它缩小。精就是静定静大，等视其观嘛，一律平等啦。就是讲咱今仔修道法则当中爱一视同仁，唔通啥？唔通我对伊好诶好，我就讲排伊去做。伊若对我歹我看伊袂顺，我拢过来排，啥物啦？你分别心呢？你敢知影？就是爱一视同仁。三宝嘛是同款，大家斗轮流，每个人都有出色的机会。板凳嘛是同款，出国嘛是同款，大家斗轮流去嘛，敢是安尼？所以咱之前就足济啊，有的人要出国，所以袂当出国，就做无彩。有的人学三宝学学的，我多叫人讲，嘛做无彩。所以各位浅浅咱爱明白啦。三宝3个人讲，3个就轮流讲嘛，敢是安尼？反正你接触嘛，你嘛大家轮流去做嘛，大家都有什么？都有机会来了愿啦其中有信，这个信就是啥？心有天地，运有一关，事事有形，好无？就是讲咱道依啥？真空生出来一种性力，信啊！大道无形嘛，运行一关嘛，大道无形嘛，中庸百本嘛，无我毋知伊名，搁中平月道嘛。所以道无形无相，所以就是会生进个。所以就是信。所以啥物物件上信，咱就土啦。你若知啥，伊就生啥，所以是修信。你知啥，可以绝对袂生土买出来。敢是？所以它是最守信的啦，所以这个啥求道人呢，绝对超生了死，改变命运，所以各位浅浅，咱今仔日当来求道绝对会当来超生了死，这是千真万确的好，所以自古至今，自古不要啥，这个道自古代以来到今完全拢不变，依然不去，无是这个啥，无常的是常的对。有常讲常，依然不常呀。我大过啊，因时间比较以管用普，以乐作普啦，乐的平静啦，稳等级啦。作普就讲有德的人，这个修道书，所以就讲咱今仔来修道办道中道嘛，你跟着这条道的路走入去啊。各位浅浅，大家8位里后，作普就讲啥，拢有高位。所以伊佛教来讲安那？伊有迄个啥声闻、耶加、罗汉、菩萨、佛，有无？伊有一坎一坎一坎，看你想到啥物坎站嘛？伊儒教就是啥？天人嘛，就是君主嘛，来天人嘛，来圣人嘛，来自胜嘛，自性嘛，伊道教来讲咧，就是仙嘛，就是真人嘛，伊咱今个研究讲，咱身上有9品连达，9品连达咱知无？上上品、上中品、上下品。中上品、中中品、中下品，下上品、下中品、下下品。看你想到啥物坎站，
各位前者，伊就是到迄个啥，迄个国位。大家有无？唔是前业主，唔是点专属啦，各位前者，咱大家小伙子通通有。所以各位前者，这本册偌久啊，2500几张、3000张的册啊，人一定拢写得出清楚的好，所以如何以知种朴，知种栽，以此。就讲我先来知影啦，迄就看伊即个人收到啥物勘站啦，收到啥物勘站来点啊，论功评过啦，安尼就对啦。所以各位先生，咱今仔收到是讲我报位了，咱等于老母好，当然这是真好啦。其实上介好的就讲我这世人，我就成道啊。唔通当我报位你若唔来要赔倒去，哇，煞无主人唔好。